使唔使飲杯茶先？飲杯。飲杯。我唔當訪問啦，咁傾下偈。喺牧師當中識音樂去到你呢個階段咧，呢咁嘅 level 咧，都唔係好多。想問下你點解會你對聖樂或者呢樣嘢或者音樂呢樣嘢產生興趣咧？咁我好細個返教會啦，亦係參加詩歌班啦。咁我細個嘅時候返嗰間教會咧，就係天台教會。咁我哋返教會第一件事就唔知點解會見到個鋼琴啊！咁每一次返到教會咧，就會偷偷地睇下有冇鎖啊！因為你知道嗰陣時啲教會個鋼琴好巴閉㗎嘛嚇，要鎖住嘅嚇。咁有陣時佢哋會唔記得鎖啊？咦，冇鎖，發達啦！咁咧當時我哋嗰個天台學校教會咧，其實係一間天台小學嚟嘅。咁有個校長嘅，咁咧教會係有個牧師嘅嚇。咁佢兩個咧好似合作無間咁，就由阿牧師咧推薦一啲乖嘅小朋友，就俾阿校長，即係佢教佢彈琴啦咁。好想叫呢個校長可唔可以教埋我啊？因為牧師冇推薦我，可能我唔乖你唔夠乖但係我又唔夠膽講啦，我就好含蓄校長，我可唔可以放咗學嚟上嚟練琴啊咁樣？咁我就咁樣開始咧就學琴啦。咁同時咧嗰年我又開始去摸下個吉他。咁所以咧就即係音樂不離手啦嚇，一係就琴，一係就吉他喺度摸下摸下。團契定邊度就叫我做司琴，彈你的信實何廣大。哇，辛苦啦！彈咗我諗5分鐘到啦，彈一次由頭到尾嚇。咁個師母企喺我後邊嚇，就喺佢嗰間教堂嗰度嚇。咁我都覺得好難聽誰不知呢個師母企喺我後邊，再嚟一次啊！咁嚇我一跳，嗰5分鐘已經好難捱啊！咁係啦，想問一問你，咁其實你而家即係識幾多可以玩嘅樂器有幾多種到啊？可以玩，可以彈嘅。我知你除咗我成日講笑嚇，我識好多樂器，都係識一啲啲嚇。咁即係後來我又有機會學大提琴啦。咁講到係神學畢業嗰一年咧，去聽咗個音樂會喺大會堂中環嚇。咁咧就係馬友友。咁咧就我第一次我喺電視睇過呢個人嚇，有朋友介紹嚇，咁第一次真係聽。咁我發覺佢唔單止個音樂吸引啊，佢個人個 character 咧好吸。咁我就決意啦嚇，就我都想學大提琴啊。咁啱我又有個好朋友咧，佢又識一個香港管弦樂團裏邊嘅小提琴手。喂，可唔可以同我揾一個大提琴老師啊？咁就嗰個小提琴手又介紹咗另一個咁就叫做周明範先生嚇。我一口氣咧就跟咗佢7年，跟到後來喺音樂系讀書都係跟佢嘅嚇。咁咧佢就成日見到我好有學習嘅熱誠，但係年紀係大一啲。咁其實即係話你識彈鋼琴啦，我知道你又識彈吉他啦，大提琴唔係專業，但係都識啦。咁仲有啲咩？二胡得唔得？二胡都學過，都學過1年。仲有啲咩啊？你冇話俾我聽，你識吹笛喎？揚琴我都學過幾堂，咁就口琴啦嚇。其實口琴，我知道你翻譯咗好多詩歌㗎喎，你大概翻譯咗幾多首啊？知唔知啊？3000首咯。3000幾首。大家咧，你留意，如果你第時唱詩歌，拎住本詩集咧，你睇下下邊有個名嘅，有寫低邊個寫啊，邊個翻譯啊，邊個作嘅。好多時候咧，你會揾到佢個名嘅。咁點解會突然間做咁多呢一類嘅工作咧？咁咧就我諗由80年代初開始咧，即係有粵語呢啲聖詩開始咧。咁我諗我同其他青年一樣啦，都好中意趨之若鶩就係唔識自己寫不過就人哋寫起嘅咧就好歡喜唱。咁係有一次咧，有一個嘉賓講完啦，就嚟我哋教會講道。咁佢話：
喂，林國璋跟唔到你哋啲詩歌喎，一時又唱呢本，一時唱嗰本，一時又唱呢本。咁於是我就召集咗教會幾個都叫做識呢樣嘢嘅人啦嚇，咁咧就輪流。好啦，我先啦，我拍心口啊，我係第一個。嗱，4個人嚇，咁啊第二個禮拜你，第3個禮拜你嚇，咁我個禮拜真係有人揀咗首歌咁啊，喂啊，牧師呢個禮拜唱呢首《生命聖詩》，咁我又膽粗粗試下啦，咦，譯到喎！咁當時覺得好神奇，應該譯到唔知4節幾多節，好多節添嘅嚇。咁啊，到第二日咧就即係手痕啦嚇，身痕啦，又揭下第二首，又試下得唔得先嚇？點解得嘅咁嚇？第2首又得咗，咁啊到第3日，如是者我日日都走去揭一首，咁啊結果嗰3位朋友就冇譯到，因為我一個禮拜譯咗7首啦，咁啊有排唱啊！咁嗰陣時我就覺得啊，點解我話呢個好靈恩咧？嗱，我又冇去上咩填詞訓練班，突然間有呢種技巧，有好靈恩嘅經驗嚇。咁後來咧我就話，其實一路咧我就儲咗好多詩歌咧，好好聽嘅，但係英文啊嚇或者冇廣東話版本嘅。咁我又喺呢度攝一首攞嚟試下先，又得咗喎！啊，嗰首又得咗喎！啊，突然間覺得即係呢個係即係有個 spirit 同我一齊，即係令我做到呢樣嘢啊！咁如果唔係咧，我都話我都試過嚇，寫到一句寫唔到第二句。當時有個口號啊，一日譯一首啊，魔鬼都會走，即係當係我一個靈修嘅一個功課，咪譯一日譯。咁啊，譯到300幾首、400幾首咧，咁我就出版嗰啲粵語聖詩咧，一集100首啦當嚇，出咗4本，第4本咧係詩篇嚟嘅，又有150首嘅。咁咧當時咧我就同自己講話，唞下先，唞1個月。咁啊到11月咧，就覺得嗰個 spirit 咧就唔喺度。做嗱你譯咧就好好，你唔譯咧就行幾日一日啦，又過咗去，又停咗喺度。咁到12月咁啊，教會仲忙啦，又聖誕又咩啊？死啦！突然間覺得一日譯一首嗰個能力咧就冇咗啊！咁啊到聖誕節咧，咁我突然間咧上帝又俾一首英文歌我，咁我就醒覺啦嚇，做嘢啊！你唔做啊，我會收翻嘅嚇，即係你懶咧，我就收翻。咁嗰日開始咧，我又慢翻去又譯翻，咁就以後唔敢同自己講話，我停1個月。去到呢一刻，我哋嘅敬拜、你音樂，你又做咗呢件工作咁多年，有冇一啲嘅啟發、提示或者心得可以同我哋分享講下？嗱，我嘅睇法就都好極端嘅嚇。咁如果你問我呢一刻咧，咁我覺得最開心或者最好嘅工作就係能夠同1個人、3個人、5個人，大家一齊唱歌，一齊唱，唔係聽我唱，唔係聽你唱，一齊唱，大家一齊唱啊，又好享受嗰個詩歌嗰個味道啊！咁或者我點解要做呢個翻譯咧？即係過癮啊嘛嚇！譯完之後，咦，成首歌唔同晒啊！嗰首歌嗰個味道咧，特別我哋廣東話嚇，即係出晒嚟喎嚇。咁咧就如果你問我你中唔中意嗰啲Messiah 啊、Kelly Clark，咁每一年咧都有呢啲音樂會，或者有啲朋友搞呢啲音樂會嚇，咁我哋就衣香鬢影去聽啦嚇。咁慢慢發覺台上邊唱德文、法文、拉丁文，再望下我身邊前後左右瞓晒。但係當然我哋中場休息出去，really wonderful，marvelous，哇，好啊，正啊，係啊咁啊。前年嘅聖誕節啦嚇，咁我喺一間教會侍奉林牧師，你有冇唱過全套嘅 Messiah？咁後來佢都揀咗最後嗰2首Worthy is the Lamb 同埋 Amen 嚇。咁佢哋嘅詩班都有50-60人，有好嘅詩琴，咁都練咗3個月啊。咁當然咧過癮嘅嚇。如果你話指揮即係Worthy is the Lamb，阿門咁啊，因為
如果長年，如果你咪仲要唱成套咁啊，或者如果我係歌唱家，我又要 solo 嘅一段啊，咁我就咁樣諗啊，就交翻俾嗰啲專業嘅歌唱家啦嚇。前年嘅聖誕我聽過3次 Messiah，因為好多嚇聖誕復活節就好多 Messiah 嘅音樂會啊，甚至有一場咧係叫做 Sing Along 啊，去到門口你咩聲部攞本譜入去。我以為係玩下玩下，點知禮真喎，真係有樂隊有指揮喺度。咁呢個咧，我就覺得因為嗰個文氣啊，即係加拿大呢個地方嘅文氣，哇！原來可以隨時有幾百人坐喺個科就揦住個譜就可以唱。哇！佢哋全場一齊可以唱聖母頌啊，咁一齊可以。咁我哋未到嗰個程度啊。咁當然集合一啲發燒友係可以做。即係我聽你講係即係好鼓勵，即係會眾或者弟兄姊妹一齊唱歌，所謂民間式嘅，大家可以唱得好開心嘅，咁樣嘅音樂敬拜生活係咪咁樣樣咧？係啊，譬如最近我去過一個聚會啦，最近嘅做1個禮拜2個禮拜，到開始唱詩嘅時間，咁嗰個主席就播 YouTube 咯，嗱。即係如果你話播伴奏嘅 YouTube 啊，會眾唱咁都還可以，即係我自己還可以接受。佢連聲都播埋，咁有陣時我又好有興趣聽下前後左右喺度做乜嘅嚇。咁啊前後左右嗰啲人咪嘴默默啊，識與唔識之間，但係我哋感覺良好嘛，因為嗰個帶幾好聽嚇，嗰個歌唱得幾好聽，唔係我唱嘛，唔係你唱嘛。咁但係問題係話。咁跟住我就思考咩叫讚美咧？即係咪我喺度歌唱讚美緊神，抑或個 YouTube 喺度讚美緊神咧？係咁樣咧，好開心咧，就問到牧師佢對音樂上面嘅心得，仲有下集嘅，因為咧佢嘅故事太精彩，下一集再講下佢喺教會嘅一啲嘅心得生活。